欢迎收听台语讲怪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是天顶来的苏美文明。苏美人的英语是 Sumerians， 这是别人甲因号的名。因称呼家己是乌头人，因为因的头鬃是乌的，甲我同款，水当当。你头毛已经白啊呢？你有染过？其实我唔知哦。你头毛才白咧，你连目睭都白，白嘛？乌头毛的认证真多，敢有需要强调这？因是要强调讲，乌头人是外来的，因的生长就是甲在地人无共款。人拢嘛是要强调讲我在地的，哪会有人在强调讲我外来的？是惊人找伊问路呢？嘿啊，奇怪吼！差不多在6500年前，苏美文明就亲像香菇，卜一个熊熊出现伫人类的历史内底。文明应该是慢慢发展起来的，是安怎会讲是熊熊出现？你爱知影，现代伊热克南部迄片土地是一个真歹生存的所在。遐都拢沙漠，规片拢全沙，欠水，本地就较歹生活。虽然是安尼，毋过在古早时代，若是有人住伫遐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一群外来的人来到迄个所在。恁来遮是要创啥？阮遮的水无够啉哦。哈？水怎样会无够啉？啊，毋是2条溪遐大条？你目睭青咩哦？敢无看到迄2条溪伫遐远的所在？我逐工灌水就灌甲退腿。迄阵外来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开始笑讲：哈？灌水？哪会遐戆？这时，就看到迄阵乌头人，假使穿好，就开始伫遐舞，水库啦、运河啦，轻轻锵锵，就拢甲恁起好啊！阁有教喷泉咧。哪有遮简单？无人甲因教，因就会晓起水库。系啊，因的知识、技术拢是全便便，规组早来。我刚开始才会讲，因的文明是熊熊出现的。毋就亲像咱之前讲的迄出印度的死亡轮古城同款，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踩伫遐，毋知倒位来的。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是讲因的技术是伫倒位学的？因遮厉害，进前大的所在嘛应该发展了真好啊。毋知呢，因进前是住伫倒位，是安怎要离开故乡走来到遮，拢无人知影。欢喜伫乌头人就开始伫遮建设人类上早的城市学校，就是因起的。讲到学校，我会记得较早伫学校捌学过，苏美人嘛有发明因家己的文字，算是人类社会上早的一款文字。无错，而且有学到真侪因迄个时代的文字。这我知影，因为因的文字是刻伫黏土板顶头，迄袂后去，会当保存到即马。迄当阵，因就是摕一支尖尖的工具，甲文字刻伫迄黏土板顶头，甲迄块板仔放边仔互打，板仔就会变甲直酷酷。成本低，制作阁简单。毋过，这个方式欠点嘛真多。哦，啥物欠点？若拄着落雨天，就袂当甲人签约；若无黏土板若袂搭，凡说规地全扬去。吼，你哪会遮讲？袂晓用血烘哦。你则戆咧，烘烘咧，规地烧烫烫，是要安怎摕？你伫边仔小等一下就好啊。认真讲，无等伊打嘛是袂使啊。迄个时阵，若行伫街仔头，毋着拢会看到一群人徛伫路边，伫遐酷酷啊等。小等一下是安怎？生理敢有做遐大？你头仔讲有学到真侪因留落来的文字，安尼应该对乌头人的研究真有帮助吼。帮赞是有啦，
也毋过黏土板记录的内容足侪物件，准讲看有嘛无路用。看有对应的历史，就有较侪人物，哪会讲无路用？因为真侪文字开时间去解读，结果写的是菜头一条25，猪肉一斤150，即款日常生活的物件。啊，毋着画书发票共款。系啊，较细地的黏土板，亲像咱即卖信用卡遐大尔，用伫记录交易的资料，足先发票无错。安尼爱收好好，若无着1000万，结果写歹去，就无通换。阁有真侪伫记录，写讲今年种田收成偌济，因囝即摆考试第几名，即寡哩哩酷酷的代志，拢保存到呾。安尼讲起来，伊毋着逐个人拢捌你。你阁翻头甲想看觅，因的文字若是遮尔普遍，百姓平常时就摕来伫记录生活，应该袂黑白写吼。你是要强调讲，因写的文字是会当相信的？嘿，我就是即个意思。你敢知？较早专家捌发现一个物件，写讲因有一阵人开刀甲病人目睭内有问题的物件摕出来，互伊阁会当看到。哈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伤含啦！真的哦，顶悬就安尼写，害迄寡专家错一条。若准讲即件代志是假的，安尼应该阁有别项会当证明因定定伫黑白写的物件。就是无嘛，亲像啥物外交文件、法律条文，拢有误掉。迄拢是日常生活用会着的，袂使黑白写。上重要的是，阁有学着甲乌头人的历史有关系的文字。好，因为倒位来的，是安怎遮尔啊厉害？敢有写？这毋知呢，凡说有写，只是还未学出来。切，毋过有学着一个真重要的文件，记录因的国王叫做啥物名，统治偌济年。政治啦，统治者啦，较实介重要，一定爱写落来。我甲你讲，迄份文件有偌重要，你知无？即马拢总学着16份共款的呢。敢会是考试的时阵，大家拢偷看同一个同学的答案？一个人的身躯边是要安怎坐15个？迄寡科比是要互住伫无共所在的人，拢会当了解因的历史。所摆是伫无共城市位置学着的。怪奇的代志就伫遮，伊顶头写讲，第一个国王是天顶来的。吼，外星人！阁有顶头写讲，头起先有8个国王，一个煞一个，统治的时间超过24万年。我有问题？我知啦，你头壳有问题毋？毋是啦，我是要问讲，苏美文明毋是在6000年，因24万年是伫倒位统治的？这个问题真好。不过，这考试袂考，黏土板顶头无写的，拢无重要。啊，臭蛋啦！你感觉听起来介操蛋，我会当了解。不过，迄落尾有几个国王的名，伫别个民族的历史内面，真正有记落来。24万年，平均一个国王统治3万年，阁是天顶来的，安尼一定是外星人。真侪人相信外星人这个讲法，在乌头人的记录有讲到，咱这个太阳系有一粒恒星，叫做尼比鲁。林密鲁，毋是林密鲁，是尼比鲁。这粒星说太阳一年爱3600年。安尼咱一般人是无法度通看，毋过苏美人的国王会当看几若摆。乌头人讲，神明就是为尼比鲁来的，神明在45万年前创造人类。若是外星人母的，安尼伊一定有目的。
有人推论讲，外星人创造人类是要来替因学金仔。啊，咱人类的祖先，互外星人当作奴才哦。神明叫你做代志，你敢毋敢讲无爱？嘿嘿，毋敢。也毋过，外星人爱金仔要创啥？要摕去开哦。金仔毋若是投资尔，用伫工业方面，嘛是足有价值的物件呢。袂生鲜，袂富气，确实有伊的价值。不过，外星人敢无啥物设备，会当家己学，着搁饲遐侪人去替因学。我知，反正因着较无用，叫奴才去替因学，才会一个国王伫遐管理着好。一个国王爱统治几啊万年，想起来嘛是介辛苦。敢若互人判无期咧。后来咧，后来着做大水啊！人类险互水淹个无去，反正连国王都互呛去。安尼我落来人类就自由啊！你食较歹咧，连面搁派新的国王来啊！哈，侥幸哦！人类的祖先遮尔啊歹命。做大水这个传说，上早就是为苏魔人写出来的。1点钟60分，一个圆箍仔360度，拢是乌头人发明的。啊，毋是一阵学金仔的奴才，摆遮多是要创啥？才通知影几点挺好下班啊！阁有一个趣味的现象，本地一个国王拢统治几啊万年，伫做大水了后，煞变做1000多年、100多年、几十年，无亲像进前遐长火烧啊！互大水淹一个，长火烧的功能煞歹去。若讲较古早时的国王是神，安尼后来的国王就慢慢啊变做甲一般人同款。若毋是神明，都无人惊，无得甲信道。就安尼，苏门的王朝伫4000多年前，因为战争灭亡啊。古早是因为战争灭亡，这定定有诶啦。换做现代嘛是同款啦。讲到战争吼，我阁想到一件代志。当初发生伊拉克战争的时阵，美军占领乌头人留落来的乌尔古城，足侪人讲因找到一个门，会当甲人团去别粒星球。我伫操蛋，古城伫遐几啊千年，有好物仔早就互搬了了啊。无哦，100年前的研究，则伫迄个遗迹发现一顶国王在戴的头盔，顶头竟然是镀金的。镀金，安尼毋都爱有电？拜托诶，几千年前呢？嘿啊，所捌的人才会讲，战争才开始，美国就赶紧派军队去占迄个所在，找看有啥物好康的无。迄听起来就是乌白讲诶。伫沙漠内底无位通米，亲像古城迄款较悬的所在，一定是先占先赢的。较早我做兵的时阵吼，好，动起，莫阁讲你做兵的时阵。毋是，你听我讲一个啦。我是鸟豆，你听我讲啦，我是嘉雄。等一下。